今仔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去到国会实案报告，伊是搁再强调讲，台中市的大肠猪肉检出3肉精西布特罗的代志是单一检体事件，已经查卫福部甲农业部去查。今仔有立委是建议讲，咱买猪肉内嘛要有代管机制，陈建仁嘛讲真支持，会当热烈考虑。 伫最近大量市政府抽验大肠的梅花肉片，验出西布特罗的事件，引起社会一个讨论。行政院长陈建仁23早起到立法院做实案报告，伫会前接受访问时阵讲，蔡政府伫咧推实案5权有正大的进步，请民众放心。 在2016蔡政府开始执政以后呢，我们就推动了这个食安5防的相当的政策，而这些政策呢，使得很多系统性的食安个案呢，都变成了个案型的这一个食安问题哈。陈建仁重申，验出西布特罗是单一检体事件，国内猪肉的供应链并无风险，已经责请卫福部甲农业部进行行政调查。立委立委是建议。 应该将司法调查同步进行。你们除了做行政调查之外，有没有做司法的调查？好，我们是没有进入司法的调查。这应该要进入司法调查吧？最主要的情况是第一个呢，这一个检验出来的浓度呢是相对的低了。那么低的浓度呢，有另外一种，除了刚才讲到的污染可能性之外，还有一种是检验本身的不准度了。 食安议题正受注意，要立委提出质疑，讲肉片有溯源的机制，验过北来所无，恐吓真济食安的漏洞。肉片有溯源机制，但是内脏没有。肝脏、肾脏跟肌肉是不一样的，肝脏是允许有4倍高。委员的建议很好啦，内脏是比较高的。未来内脏也要做水溶性的来测多巴胺。对。 验过卫福部长施水源因为脑痛，伫咧达顺的时阵烧声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也真关心，建议伊啉一个小茶。这本席善意提醒一下卫福部薛部长，你今天不是藐视国会啊，是你讲话国会听不见了。你要不要喝一口热茶？我们都能理解，好不好？立法院很有人情味。台中的猪肉3肉精代志也未煞，卫福部开专家会议，研判出个案的原因。 结果会由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统一伫咧3家对外说明。昨嘛传讲，参加会议的台中市食安处人员伫咧会场口，对此施水员讲，这是依照科学的认定，甲证书无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